Hello，大家好。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位於喺深井麗都花園嘅住宅翻新項目。屋主呢一家三口咧已經住咗喺呢個單位咧好多年噶啦。咁佢哋原本屋企咧就以新木色為主啦。今次想揾我哋改造咧就係將新木色嘅嘢同埋啲家私比較厚重啲嘅家私咧改為比較清新同埋簡約啲嘅空間。咁因為佢哋隨住時間過去啦，大家生活階段都唔同咗啊。仲有咧就係佢哋上年養咗小貓咪，咁所以咧而家除咗改變風格之外啦，其實都要重新再思考新嘅家庭生活模式會係點嘅呢？咁咧我哋就由門口開始講起啦，都想特別講下咧，你見到入門口地下嗰個磚嘅 pattern 咧係女女咧特登去揀，佢哋覺得橙色好適合佢哋屋企 family 嗰個活力嘅感覺。咁一入到門口咧，你可以感受到呢個屋企係寬敞、清新同埋簡約嘅。而呢個玄關位置咧，係屋企嘅第一個過渡空間。咁所以我哋就想給予佢唔單止係一個換鞋嘅地方，而係有更加多嘅生活用途。所以我哋就將本身長形嘅客廳咧，撥多少少個位置出嚟，令到呢度可以有一個吧台。平時咧，佢哋可以喺度簡單食早餐啊、飲咖啡啊，甚至乎咧一家人翻到屋企之後，可以喺度停低傾兩句。而喺物料方面咧，你見到我哋係揀咗比較柔和啲嘅淺木色同埋純色咧去做個配搭，取代咗原本比較深木色嘅感覺啦。即刻咧會成件事變得咧比較輕盈同埋清新，而令到呢個櫃咧做到頂都好，保持到個收納之餘，亦都可以令到整體空間咧冇一個壓迫感。咁而行到入去下飯廳嘅位置，呢一度咧算係佢哋生活比較共同，亦都好核心嘅一個生活空間嚟嘅。咁由原本呢個區域有好多深色啊，亦都好多櫃嘅數量啊，咁就令到視覺有好大嘅壓迫感啦。今次嘅翻新咧，我哋希望令到空間變得輕盈同埋開揚嘅時候咧，第一步我哋就係拎走咗原本電視機牆延伸去到飯廳嘅呢一組櫃，然後刻意咧去留白，保持乾淨同埋簡潔，淨係加入咗咧呢個隱形嘅燈槽，令到燈光咧可以令到個氣氛可以柔和一啲。同時咧，整體個配色配搭上咧，亦都採用咗比較淺色啲，亦都係溫暖嘅木紋磚啦，打理起上嚟咧都會比較方便啲嘅。而對於一個生活咗好多年，亦都嚟緊會長期居住嘅屋企嚟講咧，儲物咧我哋都係冇放棄嘅。我哋擺咗喺客廳同埋廚房連接嘅嗰一幅牆度，做咗一個全高到頂嘅儲物櫃，亦都係佢哋嘅茶水櫃。咁所以咧就有好多清潔用品啦，再加上同飯廳有關嘅，例如杯杯碟碟啊、咖啡機啊，或者係一啲家庭用品，就可以喺呢度做晒所有收納啦。而喺電視櫃嗰度咧，我哋都淨係做咗一個好簡約嘅設計，希望可以保留牆身嘅乾淨企理。安裝完貓架之後咧，都唔會覺得呢一度咧有一個好繁忙，亦都有一種好重嘅感覺，令到睇電視嘅時候，長期嗰個視覺重量同埋疲勞咧都可以減少嘅。咁咧入到去，你見到個走廊其實係縮短咗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將主人房嘅房門咧騰出咗，撥翻啲空間入去房裏面。咁主人房咧其實係延續咗全屋嘅淺木色色調，用翻個淺嘅木紋啦，同埋米白色為主，希望咧可以營造到一種一致、安靜同埋放鬆嘅感覺。而且對於屋主父母嚟講咧，呢間房咧係佢哋休息嘅地方，佢哋好想希望係沿用到好似以前嗰種嘅生活習慣。咁所以我哋喺個設計裏面咧，都去參考翻佢哋以往嘅一啲生活，例如步伐啊，或者生活步驟啊，或者係生活細節嘅嘢咧，都去放翻喺今次嘅設計裏面。同時間咧，我哋都要考慮到將來佢哋喺度長住嘅嗰種安全啦。咁所以我哋都係避免太多嘅裝飾啦，個重點就放翻喺個舒適感，同埋係佢哋所有嘢都係伸手可得嘅一個高度同埋深度嘅。而轉身咧就行到入去囡囡房啦，囡囡咧就好想要間房裏面多一啲嘅儲物空間。咁所以我哋後尾就做咗地台床啦，地台床嘅高度又係跟翻窗台嘅高度，令到成件事有一種延伸咗空間嘅感覺。咁呢一度咧，你會見到出邊嘅窗景咧係一個山景嚟嘅，咁而山景嗰種綠色咧，就想延伸翻入去房裏面。不過佢喺呢一度咧就揀咗一隻好特別嘅綠色啦，佢覺得呢一度咧想用翻一種現代同埋跳脫啲嘅綠色，就揀咗自己一隻好中意嘅青綠色，同時間咧保持到個視覺有一種一致嘅感覺。同時你見到衣櫃、床背同埋床尾嘅展示櫃
所有細節同埋圓角嘅角度呢，我哋都保持翻同間屋整體嘅嗰個角度係一樣嘅，所以咧成件事就可以保持翻一個一致同埋整潔嘅感覺啦。而喺走廊嘅另一邊趟開之後，會係佢哋屋企第二個共用嘅生活空間。呢度咧係一個書房同埋衣帽間嘅結合，你會見到有張升降台，佢哋平時會喺呢一度處理工作嘅文件啦，或者讀書嘅。然後咧呢一度就有一組掩門嘅衣櫃。除咗放本身咧喺客廳放唔晒嘅嘢之外啦，亦都係放一啲大褸同埋換季嘅衣服。咁咧今次想分享嘅設計重點咧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中意啦，拜拜。